台语一年长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杰。咱搁到3个月一摆讲动画的时间，啊，这摆的动画吼有足侪无共的物件，唔单像以前共款吼，这道除了异世界以外，搁有一寡，譬如讲吼，杀手背后街饲囡仔，啊，搁有一寡像的吼，抬妖魔鬼怪。你讲到迄个异世界对无？就这几年都有这款题材就足多，啊，这款的主角定定就是去互车弄着啦，啊，不就是意外啦。伫个原本的世界死去了后，就去异世界。啊，不过即摆咱要介绍的这出叫做《新发掘机的异世界流浪美食家》，伊的主角伊是去互调换去迄个异世界。啊，这个向电吼，伊搁有堪伊做伙互调换过去异世界的一寡人，也毋过遐个人吼，拢有大家拢想会到的一寡足厉害的技能，嘿，也毋过向电伊的唯一的一个特殊的技能，就是网络超市。伊会当吼伫即个异世界所在吼，甲伊原本生活迄个世界的物件吼，伊会当用一个虚拟的一个影像吼，啊甲点，不对，伊就走过你的边啊，一个箱啊，砰砰砰。啊，毋过即个技能吼，伫个即个国家实在是无啥物路用啦，而且即个国王吼嘛是无甲即个国家治理了就好诶。所以咱的主角伊就想讲，反正我伫个遮嘛是定地，伊就规气钱领的走人，伊就化名叫做木口达，啊伊摕了这条钱了后，伊就四界去流浪啊。一开始的时候是摕着这笔钱虽然看会济吼，要毋过吼伊嘛是安尼欠长内度，啊到最后嘛是讲吼，开甲有淡薄仔无啥钱去。伫即个所在的时阵，伊拄啊好，规请着一群人共伊做伙行，过程当中吼，因为伊会帮因煮食，啊煮物件互因食的时候，伊无小心，迄个香味就传出去，去饮一只新秀啦。这只新秀去互伊去饮了，就讲吼，伊就想要缀伫伊的身躯边。啊主角就是嘛是小可会惊伊这只新秀对伊安怎，啊只好主角就是答应，而且又甲伊号名叫做胡伟鲁。即个胡伟鲁就是会去甲伊拍啦，用这拍啦的礼物，然后就去换钱。这部动画吼是我这季内底我上推荐的一个，因为伊咧做图的时阵吼，譬如讲哦，伊咧切洋葱，迄丝吼拢甲画出来啊，而且迄譬如讲伊咧煮咖喱，伊咧煮的时阵，迄咖喱的色水啊，敢若是真的，你哪看你会巴肚枵。除了阮拄则有讲的姜母以外，迄主角佫有拄着一只苏雷姆，叫做苏伊。嘿，啊，这苏伊足敖的哦。咱的主角伊会对网络超商买一寡物件嘛，买来这物件就有产生一寡粪扫，什物塑胶袋啊、罐啊。这只苏伊就足够，伊会甲这粪扫食落伊腹肚内底，而且同一个时阵，伊的身体佫会提升伊的力量。对，足环保的咧，我感觉这袂歹吼，这个琢磨袂歹。咱讲到煮食的时阵吼，煮食来讲到啥物火嘛，啊讲到这个火的时阵吼，有另外一部叫做《收火之王》，伫一个世界内底，人吼得到一个病毒，这个病毒吼会互人挖火的时阵，伊身体就会烧起来。意思来讲，因袂当用火，用火就有性命的危险。咱人嘛是爱用火，因为嘛是爱。这个世界照好光啊，煮物件拢爱用着火，所以咧，伫这个世界有一种乌色的鸟啊，叫做焰魔。啊，人若是要用火，就是爱去挖去这只焰魔，啊，处于身躯边的火来用。所以就有一款人叫做收火者。这个故事一开始来讲一个11岁查某囡仔，因兜其实吼无啥好野啦。也毋过吼，伊有一天伫咧树林内底，可能是有一个收火者，伊要甲救的时阵，啊，无说离去互迄种怪物甲杀死。因为收火者是一个足神圣的一个职务，这个查某囡仔害着这个收火者去用杀死，啊，用杀死了，伊留落来这物件，一定爱甲送倒去互伊的家属啊。这11岁查某囡仔，伊就开始伊的路程，甲迄个收火者的物件送互这个收火者的家属。这个故事一开始，这主角就发生，因兜就发生足侪意外。其实甲咱要讲的另外一个故事足相似的哦。像咱讲的要讲的另外一出叫做《无之古无之谈》，伊就是咧讲吼，在日本的古早传说啊，一个物件，你若是藏久还是用久，真有可能100年、200年了后咧，这个物件就会生长变成咱迄个护送神。咱的主角因兜就是专门咧守护这款护送神的，啊，这个身份叫做塞诺美。啊，毋过这个主角佫较悲惨一寡，就是因兜的兄弟姊妹啊，拢互这个护送神杀死啊。这男主角吼叫做兵马，因阿公为着要训练兵马，互伊变成接班人，就甲伊送去一个家族内底。啊，这个家族的一个一家之主吼，是一个女主角。啊，这个过程吼，就是讲吼，女主角伊边啊全部拢是护送神，搁一个讨厌护送神的人啊，一开始就相关啊。所以吼，这故事就是安尼开始。啊，所来咱介绍一出较笑亏、较轻松的，好无？这个叫做杀手尼夫。为什么不是林北？
杀手年夫吼，伊的故事就是咧讲吼，两个杀手，这两个查甫诶有一道因去执行伊的任务的时阵吼，无说伊去开着一个小查某囡仔因老爸，哇，因就感觉足亏欠的，所以伊就收养这个查甫囡仔。而且这两个杀手吼，因的性格阁无介相共。是啊，除了这4部以外吼，阁有一寡有续集的动画要推荐给观众朋友，譬如讲众神贯古的查某人。第2季，惊忝的我，甲风韵力点满就对啊。第2季，佮有另外一个就是《日光东二入魔啊》第3季，啊，佮有我的英雄学院第6季。所以吼，大家吼有闲啊，有兴趣哦，拢通去看嘛，其实拢足好看。对啊，3个月一天呢，推荐动画时间，咱3个月以后较个见面咯。啊，回这时间继续看，第一时间等，拜拜。